好，那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体操代表队。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就是回到家，然后看到其实还是很多人为我们支持，为我们加油，其实真的很感动。但我想说的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就是其实这边奖牌是真的是靠很多人的努力一起把它拼起来的，这片牌靠自己是不可能完成的，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接下来大家知道明年就还有个亚运会，那接下来还有2024的奥运，那回去的话就会继续跟教练继续做沟通跟做安排这样，那有接下来的还是需要再跟教练做密细的安排，然后还有训练计划这样子。当然，我觉得最感谢，我觉得有2个人，当然一部分就是教练，其实教练从小把我拉拔到现在，就是也是谢谢教练，就是都没有放弃我。对，虽然说我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听话啦，对，然后但是教练还是都会一直叮咛我要注意些什么，然后还有一些训练的一些计划，所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样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跟教练说一声谢谢教练，教练辛苦了这样。拥抱一下。有，大家其实都有看到我们其实下场第一个就马上拥抱，那当下其实情绪真的是很激动，因为我们在去年开始备战这个所谓的6.7的成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整整备战了1整年之久。就是其实，在去年3月的美国公开赛的时候也是失败，然后在陆陆续续的大大小小的公开赛事，其实都没有将6.7给展现出来。那这次可以第一次在奥运会场上这么大的殿堂把6.7给展现出来，其实我觉得我跟教练的努力就是值得了，我们做到了这样，所以真的是很开心。这样，我觉得要感谢我的家人，对我家人虽然说大家可能知道。在7月初的时候，可能爸爸身体有些状况的出现，但他们都一直不敢让我担心，然后一直叫我放心。对，那当然到出发前，真的听到爸爸的消息是好转了，那才心中这个消息比较能够放得下来。对，因为不然，其实我两边我都不敢对不起，我不敢对不起我家人，但我也不敢对不起，就是所有在做备战的所有伙伴们。对，我如果出门了，我染疫了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两边的风险我都承担不起。对，那当然是很谢谢家人对我的支持，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，这样子。对，谢谢。志凯本身也很努力啦，因为我们看他进决赛，我就坐在那边已经哭2次了，因为我们进决赛，我就觉得很欣慰了，因为在里约当中，我们第一次预赛就已经失败了，我们就空空的回去了。这一次能坚持到最后，然后拿下银牌，我真的觉得他非常努力，也跟他恭喜。因为总之20多年来看他的努力，不断的受伤哦，这个阶段性都是教练看在眼里的哦。然后最后还坚持到完美落地，我真的是有一种也不能哭得太大声了，就小声一点。那真的喜悦藏在心里。谢谢大家。